启示录第22章，天使阁报我看活命水的河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，对上帝甲羊羔的宝座遐流出来，通过城中心的街路，河的山边有活命树，画结果子12遍，逐月日结一遍。树叶画做医治列邦的路用。城内拢袂阁有咒诅，上帝甲羊羔的宝座画伫城内，伊的路宝会敬拜伊，嘛会看见伊的面，伊的名会写伫因的头遐，袂阁有迷死。因无需要顶的光，还是日头，因为主上帝会甲因照光，因为永永远远做王掌权。天使甲我讲，这话真实可靠。迄位感动众先知的主上帝，有找伊的天使，将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，指示伊的正路步。耶稣讲：看啊，我连边来，遵守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真有福气。我约翰是亲身有听见，搁看见这个事迄个人。我听到，搁看到了后，就拍落去，将这个事指示我的天使脚前，要甲伊拜。不过，伊甲我讲，绝对唔通，我甲你，以及甲你边边做兄弟的先知，甲遵守这本册的话的人，拢边边做奴仆，你就拜上帝。伊搁甲我讲。唔通将这本册预言的话封密，因为预言实现的时刻近啦。互不义的人继续做不义，互污秽的人继续污秽，互义的人继续实行公义，互圣洁的人继续圣洁。耶稣讲：看，我连边来，我要带报赏来，照逐个人的所做，甲伊回报。我是阿尼法，甲阿米加，是起头，甲煞尾，是开始，甲结束。将灯泡洗清气，遐个人真有福气，因有得到权，通食活命树的果子，搁通对这个门入城。遐个狗类、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死人的、拜偶像的。甲一切爱讲白贼，佮做事奸诈的，拢着留伫城外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伫这个教会将这个事对恁做证。我是大笔的君，是伊的护卫，是光亮的启明星。圣神甲新娘拢讲，来，听见的人就讲。来，喙大的人就来，以后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。我甲大家听到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警告，若有人甲伊加添，上帝会将这本册所记的灾祸加添予伊；若有人删除这本册有言的话，上帝嘛会对这本册所记活命树甲圣城福分删除伊的份约，为着这个事，做证迄位讲：对，我连边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请来，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